我这病多半是风寒所致吧？是，奴才开副方子，一剂就可见效。皇上，皇后是偶感风寒，只要稍加调养，没有大碍。奴才这就叫人把药抓来。偶感风寒，甘薯柿霜海蚕淡菜，这就是你调理风寒的方子。这方子，你以为朕不懂医道？这些滋补的药，哪一味治得了风寒？你不是个庸医，就是别有用心。奴才该死。这方子，这方子。杨九公，奴才在，带给朕捉出宫去。这。谢皇上。皇后，你在捉弄朕。朕以后再也不来这坤宁宫。皇上，我是骗了皇上，可臣妾只是万般无奈呀。无奈？你骗朕还骗出道理啊！如果臣妾不装病，皇上肯来吗？现在皇上心里想的只有亲哥儿，想的只有他。罗小姐，朕是皇上，这后宫除了皇后，还有嫔、有妃、有贵人、有答应。你要是容不下他们，就不要再做这坤宁宫的主人好了。朕成全你。皇上，是臣妾昏了头，松手！皇上不要走！皇上，你不要走！皇上，纳兰信德说是有要紧的事求见皇上。快传他进来。这。皇后，你快起来！你让这奴才看见会什么知道？快起来！快起来啊！奴才叩见皇上，叩见皇后娘娘。你有事情？奴才想单独向皇上禀报。去朕的书房候着。九公，这北监羽，这。皇上等等，你什么人？啊，他是朕的伴读，叫纳兰性德。我这坤宁宫是3尺男童都不得入内的禁地，你一个小小的伴读就敢这样没有规矩？来人！皇后，你要干什么？他是朕的人。一个男人闯到我的内宫来，传出去成什么体统？皇上若是护着他，我就去老祖宗那儿评评这个理，看他该不该死。皇后息怒，是奴才莽撞。等奴才向皇上禀明事情之后，倘若皇后真的要处置我，你以为本宫处置不得你？皇后，你说的有道理，该杀就杀。这后宫的事本该由你做主，不过有件事朕得告诉你。朕的确是喜欢青格，朕也知道你嫉妒他，可你知道吗？他并不喜欢朕，而是喜欢他。啊？怎么？你不相信吗？敢跟皇上抢女人，这世上就会有这样的人。可惜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杀了他，替朕出口闷气。好吧，纳兰金德，在。朕先去听你说话。这。刚才皇上说的，你听到过吗？回主子，听说过，宫里早就已经传遍了。既然是真的，皇上为什么还这样护着他？去打听打听他的底细。是。奴才谢皇上。谢朕什么？刚才奴才冲撞了皇后娘娘。刚才的事不值一谢，要谢就该谢朕把恩典给了纳瓦惠儿。不过，朕后悔了，哈哈，朕真的后悔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过来，过来。
皇上，怎么？看你的神气，你是怕朕变了主意？你不必担心，朕不失前言，只要你肯让青格儿断了对你的念头，朕就一定成全你们。半个时辰前，奴才在宫里见到了他。谁？青格儿。哎，那快点跟朕说，他说了什么？你有没有对他讲？我对他讲，我心里面容不下同时爱着的2个女人，让他今生今世忘了我。可是他说宁愿做小。皇上，你去跟他说，说朕有耐心等着他。你来找朕有什么急事啊？奴才为皇上起草碑文之后，反复思忖，这立碑的事情，皇上还宜慎重为是。慎重？奴才是说，说什么？是觉得朕不该尽孝，不该立碑，不该夺回朕的皇权吗？奴才不是这个意思。虽然碑文中用了首重满中、满汉一体的说法，可王爷们必定还是认为这满汉一体夺了族人的尊贵。况且，推翻先帝罪己的遗诏，重提先帝的新政，他们……奴才唯恐皇上重蹈先帝的覆辙。放肆！这些话是为了皇上，奴才不能不讲。正因为朕是皇上，才没有什么事说不得，也没有什么事做不得。皇上可要记得，按照太祖皇帝的圣谕，皇位可由8旗王爷共同推选。如果他们真的不如意了，不如意又怎么样？啊？莫非他们还能把朕赶出这乾清宫去？笑话！皇上，行了，写碑文的差事已经了了，其他的事你无需多嘴，好好做你的伴读。有什么奇文就拿来给朕读读，有什么好话就拿来给朕看看。这朝廷上的事你又知道多少？不要自恃有才，扰乱圣心。为卑者，也该以国事为重。朝廷上的事我虽知之不多，可是我知道王者之策当有谋臣，将军帐下当有猛将。皇上若不聚起擎天之力，就不可仓促行事。请皇上三思啊！你随朕来。看见了吧？这就是我爱新觉罗家的诸位先祖。朕近来不敢面对他们，真是无颜面对他们。太祖皇帝少时孤苦，胸怀大志。他13副铠甲骑兵，历经30余年，统一了女真各部。
太宗皇帝，他继承父业，开疆拓土，是他创立了大清国。这就是朕的阿玛，爱新觉罗弗里。他成为了我八旗入主中原之后的第一位圣君，而朕年已至此，居然还一事无成。如果换了你是朕，面对这样的先祖，面对祖先打下的这份家业，你会虚度光阴，无所事事吗？在朕的心中，早已化就了一份盛世的图画。朕要用20年，把大清变个模样，让它官吏清廉，百姓安乐，漕运通达，四海归心。所以，朕不能再等下去了。不管有任何人掣肘，朕都要夺回亲政的权利。朕是一吐为快，朕的心里话都说了，你还要阻挡朕吗？不错，朕知道朕的风险，在这样的时候，这样的碑文，有人发难势在必然。但是朕因为玉碎，无有瓦全。纳兰性德不及皇上万分，可愿跟定皇上，赴汤蹈火。也许真有让你到头的一天。是为知己者死，就是死得其所。敢跟皇上论知己？皇上能带我到这里来，能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就是知己。你这孩子，起来讲话吧。你真的没有听到苏和萨哈和皇上在说些什么？奴才不敢欺骗老祖宗，当时奴才确实不在房里。后来怎么样？后来苏格萨哈出来，奴才和他打了个照面，他一脸温润，不像是说了什么要紧的事儿。我听说，皇上现在的胃口不大好。是时令的关系，请老祖宗放心，奴才整天和皇上在一起，出不了什么大碍的。好，回吧。这。老祖宗，我来了。你也来了，哥哥。丫头，皇奶。丫头啊，青格要回家去，怎么办？庆格儿给老祖宗请安。知道恋家的孩子是好孩子，你青格姐姐是想回去孝敬阿玛的。我在宫里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要是再待下去，就怕该惹老祖宗烦了。瞧这孩子的嘴，好吧，想回啊就回吧。不，我舍不得他走。舍不得没关系，兴许过不了多久，你青儿姐姐就住在宫里不走了呢。孙儿明白了。姐姐，老祖宗等你回话呢。老祖宗。好了，丫头啊，这档子事儿就回去跟你阿玛商量商量，等商量好了就再来回我。苏沫，我给这孩子预备的东西呢？啊，都准备着呢，上来吧。都是些南洋进过来的小玩意儿。姐姐，你来看，看看喜欢不喜欢。青格儿，谢过老祖宗。起来，起来。走，姐姐，我送你。走。老祖宗，我看这青格儿真是打心眼里不乐意，不如算了吧。老祖宗为什么一定要二阿哥娶她呢？苏沫儿，亏你跟我这么多年，这话你也问呢？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，
那是百姓家的婚娶，但凡生在这宫里，或娶或嫁，可由不得天上的月老啊。苏沫儿明是明白，我听说皇上也喜欢他，要是给了皇上，给鳌拜的恩典岂不更大吗？说的真是。现在索尼刚死，对辅臣中哪个恩典太大了，都会引起满朝震荡。哦，老祖宗是动入关火啊。还是给了二阿哥，也的确更踏实些。姐姐，想听我一句话吗？我觉着吧，女儿家一辈子能找个疼自己的男人是最要紧的。可是你爱的那个纳兰公子他太有才华，太过出众了，会像我皇哥哥一样招来太多的女人。你想想，那有多厌烦呀！更何况他现在就把脚踩在2条船上了。我二哥福全就不一样，他憨厚质朴，连爱花爱草都爱个实实在在。你做我的嫂嫂吧，我保证他会爱你一辈子，我也会喜欢你一辈子的。哥哥一辈子都不出阁了。人家在说你呢，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呢？哥哥说的我都明白，可是婚姻这件事儿，就是很奇怪。别的姑娘家都想找一个疼自己的男人，可是我青格儿只想找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男人。看来，姐姐的心还在那个纳兰性德的身上。我的心的确在他身上，也许这辈子都回不来了。这是从仙炉国新进的檀香，也不知道多尔衮王爷喜欢不喜欢。喜欢，他会喜欢的。当年我给他的这只荷包里啊，装的就是这味香。瞧您这苏沫傻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早就没有什么香味儿了。是啊，早就没有香味儿了。这世上哪有长远不散的香气？只有历久不变的人心啊！王爷，和你的布木布太说说话吧。这些个日子啊，他的心都操碎了。别听这丫头，你的布木布太啊，身子不硬朗着呢。朝廷的事还算顺心，索尼走了，也没有人掀起什么风浪来。老祖宗，您可别报喜不报忧啊！这些日子您睡不好，还不是惦记着皇上吗？多尔衮，也许我真的老了，我怎么越来越弄不懂孙儿的心思了呢？这索尼头天死，他怎么就第2天偷偷摸摸去找了月了？这不，苏和萨哈也来添乱，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？谁也不知道。我总觉得像是闹出上了什么大事来。真想念王爷在的时候，朝廷上有王爷这根主心骨，什么事儿都顺顺当当的。是啊，咱们大清国有本事的男人啊，一个个都走了，扔下了这副摊子，管着内心，可又怎么能不管呢？多尔衮，只有你知道，我天天都在责骂自己。这一儿一孙，哪个也没有先祖的依附，我又能怪得了谁？老祖宗，您可别这么说，王爷听了也不会赞成的。皇上不是刚刚长大吗？我听御书房的师傅们说啊，皇上这段日子书读得不错，在朝廷上对大臣们也很得体，往后的日子啊还长着呢。玄烨聪明是聪明，可比起福全来，
就是少了点稳重和厚道。当初福全要不是没有出过天花，老祖宗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苏木儿敢说，老祖宗没选错，日后三阿哥啊，一定是个好皇帝。但愿吧。咱们大清国说起来是爱新觉罗家的，可说到底，还不是天下人的吗？就是做梦，都怕出点什么差错。你呀，就这么走了，就这么不肯再帮帮我。姐姐，你会回来看我吗？当然啦，只要哥哥不忘了我亲哥儿，我就会经常回来看你的。嗯。姐姐别怪我，我不能出宫去送你，所以自作主张告诉了他。清阁小姐，真的不再多住几天了吗？打扰的时间已经不短了，我也该回家了。那就日后再来。车轿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在外面。我们走。哦，那我走了，记得回来看我。嗯。这些花都是我精心选下的，不知你喜不喜欢？好漂亮啊！谢谢你啊，二阿哥。我是从不把花草轻易送给别人的，只要清阁小姐能够善待它们，胜过谢我先生1000面。不会的。请上车。曹云，过来。皇上，什么事儿？朕这儿不需要伺候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曹云，快去门口迎一迎。迎谁？苏克萨哈，快去。臣苏克萨哈叩见皇上。曹云，让你赶紧去守住门口，朕这个时候不见任何人，听见了吗？快去。这。苏克萨哈，快到朕这儿来。谢皇上。怎么样？奴才这2天暗中游走，大部分王爷赞同取消辅臣制度，归正于皇上。哦，他们怎么讲？他们说大清的天下就是爱新觉罗家的天下，他们早就看不惯索尼鳌拜专横跋扈，把持朝政，只是没有人振臂一呼啊。好，正如朕所料。那鄂必龙他们呢？鄂必龙为人圆滑，只要皇上态度坚决，他不会反对。可恨的就是鳌拜呀，奴才就怕他。鳌拜有什么可怕？朕既想亲政，就有亲政的决心。鳌拜就算捅破了天，朕也要把他撑起来。皇上果然气度不凡，苏克萨哈跟定皇上，一死无怨。一死无怨。苏克萨哈，你不去争首府，却甘心情愿陪朕冒这个风险，朕就不信你没有私心。皇上慧眼，奴才确有私心。说来朕听听。按照先帝遗诏的排序，倘若奴才力争，不是不能坐上首辅，可是即便坐上了首辅，也只会跟皇上一样，
成为一具没有实权的玩偶。为什么？索尼和鳌拜多年勾结，苦心经营，已然在朝中建起了朋党。如今索尼虽死，可朋党之事皆归之于鳌拜啊！奴才单枪匹马哪里能够抗衡啊？与其做玩偶，不如支持皇上一搏，即便一死，也能留下个忠君的美名。奴才说的句句是实言。好，朕不换私心，就换不成。你抛心破腹，朕不但不怪，反而喜欢。来，起来，坐，说说你下面的计划。奴才以为事不宜迟，奴才已然拟就了奏本，请皇上过目。明日早朝，我就据此本上奏，王爷们一定极力响应。大势之下，鳌拜未必敢于发难，只要朝局一定，皇上就可禀明太皇太后，宣布辅臣归正。好，写得好。这么说，明日这个时候，皇上就是一位可以真正指点江山、龙驭天下的帝王了。哈哈，今天果然不比往日啊！你看，这一来，他们就变得迫不及待了。来，哎，别抢，来一个一个来。皇上说的不错，连鱼儿都知道皇上交给心情舒畅。曹爷在，去取些好酒来。今天咱们君臣把酒临风，好好小酌几杯。这，快去快回啊！曹公子，曹公子。哎，德昌，你不在慈宁宫？太皇太后懿旨要曹公子去见他。我现在伺候皇上呢。太皇太后懿旨要紧，曹公子找个因由告个假，我在这候着。九公，去取笔墨纸砚来。是。哎，曹姨，来，朕蓦然来了失信，你听听啊。皇上，奴才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刚才家里来人，说额娘身体不适，让奴才快回去。老人家病得如何？走，朕陪你去看看。皇上去不得。她是朕的乳母，朕当然要去看看。走，咱们走。皇上真的去不得。皇上知道我额娘的脾气，他若是知道我惊动了皇上，肯定不依。奴才去就回了。也好，那这样，你去太医院就说是朕的旨意，让他们派人马上去诊治。如果出了什么纰漏，朕绝不答应。谢皇上，快去吧。皇上，曹英是个坏了良心的奴才。曹英对不起皇上。三哥，哎，三哥，您能关照？哎，奴才叩见老祖宗。别跪得这么远，过来。怎么这副霜打的模样？什么都瞒不过老祖宗。奴才昨天夜里受了夜寒。这个时辰还在陪皇上，皇上在做什么呀？啊，皇上今儿个心情不错，领着奴才在后花园走走。啊，难得他有这样的兴致。刚才苏和萨哈来了。苏和萨哈。奴才在大书房给皇上拿几本书，所以没在皇上身边。是不是来了？奴才还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让你来就是想问问这件事情。既然你不知道，那就罢了。
奴才不敢欺瞒老祖宗。曹颖啊，天下没有不疼儿女的父母，何况我这个隔辈人。你时时刻刻都别忘了，你侍奉的是皇上，皇上身后是大清国。奴才明白。这么晚了还没有吃饭吧？苏沫儿，带他去膳房。是。不，奴才已经用过了。老祖宗如果没别的事儿，奴才先回去了。去吧。哎。等等，老祖宗还有什么别的吩咐？请皇上到我这儿来。啊，这。老祖宗，瞧他吓的那个样子，兴许皇上那儿真有什么大事，他不敢说出口。皇上，哎，你额娘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他老人家多谢皇上惦记。好，没有大碍就好。皇上，你想说什么？奴才感觉皇上有些心神不宁。刚才奴才在路上想，明天的事情太过重大，皇上真的想瞒住老祖宗吗？其实，朕在兴奋过后，心里也在打鼓。按说这事儿不该瞒着皇阿奶，而且以皇阿奶的脾气，后果不堪料想啊！奴才倒有个办法。你说。一会儿皇上不是要去慈宁宫请安吗？可以稍微透露点风声给老祖宗，看看他听了如何，再做下一步打算。老眼，朕现在可真是孤家寡人了。不过，多亏身边有你。好，准备一下，咱们去给皇阿奶请安。这。皇上怎么了？朕有预感，皇阿奶8成不会答应。这样一来，老祖宗若是真的不答应，皇上就再等几天，反正8年也等了，不必因此闹出什么大事来。莫非朕亲政的大事，在你心里就这么无足轻重？皇上，奴才不是这个意思，奴才处处是为皇上着想。起来，起来，朕知道你的忠心，咱们走。瞧把我们福全高兴的，这青格儿在你心里就这么好？孙儿就是觉得她好，这世上像是没有比她更好的姑娘了。看来你是喜欢上她了。我让她给你做福晋好不好啊？二哥，还不赶快谢谢老祖宗？孙儿叩谢皇阿奶。起来吧，坐着说话。你有个好福晋，我就有个好孙媳。皇阿奶啊，可不要你谢。只是以后绝不许欺负她。孙儿一定对她好。哟，二哥，哎，在家里就不要行什么君臣之礼了。坐。你们兄弟俩也难得见面，皇上坐下吧，咱们一起说说话。刚才进门的时候，听皇阿奶说，二哥要有福晋了。谁呀？皇上认得的，是鳌拜的女儿青格儿。青格儿？是啊。我看是个不错的丫头。皇阿奶，二哥和青哥不合适。皇上说什么呀？我和青哥为什么不合适？二哥可能不知道，青哥是个才女，她琴棋书画样样都行。那我才更喜欢她。二哥想过没有？这些你会吗？二哥只会种菜养花，你们俩生活在一起，能说些什么呀？不会，我可以学。我从明天就开始学。学？天分可是学不来的。
二哥要是能佛心作画，我这皇帝就不做了。皇上，这样的话怎么也能说得出口啊？孙儿是说他是你哥哥，你虽然是皇上，也不能这样和他讲话。况且福全身上也有样你学不来的东西，做人要宽厚。是，孙儿多谢皇上的教诲。二哥，别怪我，没事。其实过2天就要选秀了，这里面又少不了皇上可心的姑娘。青哥儿不参加选秀吗？按规矩，青哥儿又没给别人，皇上还有那么些人可以挑呢。孙儿不想挑别人，孙儿就想要青哥儿。皇上怎么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呢？青哥儿的事就这样定了。二哥就狠心抢走我喜欢的女人吗？皇上不要为难他。说起规矩，皇上还没有亲政，这选秀的事儿啊，还不能由皇上说了算。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不能要，孙儿这皇帝当的还有什么意思？这叫什么话？你做皇帝就是为了要女人吗？不是，可是我累了，请皇上回去歇着吧。皇上。曹寅，在，朕意已决。明天的事，你要是敢向皇阿奶透露半点风声，朕杀了你。起驾！你们家公子在吗？公子爷，您看，真是不巧，我家公子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还没回来？是的，不过老爷在家。公子爷，要不要先到府内稍候？不用了，我就在外边等。哦。曹兄，怎么了？兄台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我有要紧的事找你呢。进去说吧。啊。兄台，事关紧要，咱们还是去你书房说吧。好，请。厉上场，你守在外面，不要让人到我这里。这，兄台，曹兄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兄台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曹兄，快起！我们既是金兰兄弟，何必如此？坐。有什么难处，尽管直说。不要作声，先跑了。你说皇上怎么样？皇上和苏护萨哈就要动手了。啊！明日早朝，苏护萨哈会在殿上奏本，他已经联系了大多数王爷。可事到如今，皇上还一直瞒着太皇太后。刚太皇太后把我叫了去，你告诉他了？我哪有这样大的胆量？如果告诉太皇太后，不就坏了皇上大事？可若是不告诉太皇太后，明日早朝事情一出，不论成败，起码老祖宗一罪，我也难逃一死。不论成败，如此仓促行事，哪有不败的道理？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皇上只说要为先帝立碑，怎么又突然决定了这桩事情？兄台，你才华过人，比我曹寅强100倍，你一定会有办法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曹兄，你不要着急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一起想想。兄台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呀。有了。什么办法？兄台快讲！你现在即刻进宫。阿玛，快！你额娘突然倒地不省人事，我已派人请郎中了。
曹兄，你等着，我去就来。不知曹公子驾到，来人，给曹公子上茶。好。哎，额娘，是谁锁的门？你们干什么？立着，闭嘴！阿玛为什么要把我锁在房子里？等会儿有话跟你说。我的命令，纳兰一家人的命，从现在开始绝不能踏出这个房门。阿玛，曹公子还在前面，而有要紧的事要对他讲啊。你要跟他说什么呀？这是关乎朝廷和曹公子性命的大事，求阿玛您不要再问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为他出谋划策，还嫌自己担得沉重不够吗？告诉你，任何主意救不了曹公子，因为皇上绝无胜算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事情出来以后，那位曹公子为了自保，必然拖带出你来。何况你还为皇上写了那件碑文，要想就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命吧。曹公子不是那样的人，阿玛，放我出去啊！阿玛，放我出去啊！茶凉了，老奴去换杯热的。不必了，你快去看看你们家夫人到底怎么样了。我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见你们纳兰公子。公子请稍安勿躁，等等，再等等。天都黑透了，要我等到什么时候？哎，明珠大人，曹公子担待了。如的额娘病得十分沉重，他得守在他的身边。这样，请公子暂回吧。另外，拜德公子向皇上请个假，恐怕他明天进不得宫了。明珠大人，容若告假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。好，可我必须见他一面，说上几句话便可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容若已经心神大乱，就是见了面，他也说不得什么。唉，他的额娘恐怕难过今日这一关呐。明珠大人，送客。大人，别推我，你别推。公子请回吧。容若兄，我有事呢，别。公子请回。容若，哎，你不让我进去，哎。容若，阿玛，放我出去啊！容若，你明天让我即刻进宫，到底是去见太皇太后呢，还是去见皇上呀？哎呀！阿玛，马上收拾必带的东西。阿玛，你要干什么？我送你出关，回辽东的老家去。而不能走，而不能扔下皇上不管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只是个伴读。要真出了事，你除了赔上自己的脑袋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可是朝廷若是知道而逃离了京城，阿玛没那么傻。明日我就告诉他们你患了天花，这样的病是没人敢到府上来查验的。而后再看看风头。如果情形不好，我就从刑部衙门买一具死囚的尸首。阿玛要儿名亡实存，一辈子隐姓埋名，这总胜过一死吧？不，我不走，我不能走。就算我不能救皇上，也不能连累您和额娘。我可以把罪名都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。荒唐！这由得了你吗？养有贵部之恩，儿刚才成人，怎么能连累父母遭此大难？我不能走，我不能离开，绝不能离开。容若，你能懂得养有贵仆之恩，阿妈就心满意足了。可你要知道，你不走，真的走了呢？难道你要爹娘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死在腰斩的屠刀之下吗？那是对阿妈和娘天大的折磨。儿子，额娘，听你阿妈的话，走吧，接上慧儿一起走。接慧儿，额娘懂得宫里的事儿，从根儿上说，额娘从来就舍不得把慧儿送进宫去。你们一起走，走得远远的，过你们自己想过的日子。儿不能丢下额娘。你放心，
额娘自有额娘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去求太皇太后，她会给我这个人情的。老爷，车马都已备好了。蓉蓉，别再犹豫了，快走啊！蓉蓉，从小长大，你都没离开过额娘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一定要学会照应自己，要按时令增减衣服，千万不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再不走，城门就要关了。阿玛，额娘，孩儿不孝了。好，儿子。啊，快走，孩子。小姐，老爷，刚刚热好的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内大臣班博尔善说有要事求见，让他在客厅候着。他说事情紧急。什么紧急？就是天塌下来，也得等我女儿吃了饭再说。这。青儿，来，听话，过去吃饭。嗯，从宫里回来，你就一直是这个样子。出了什么事，不能告诉阿妈吗？阿妈，我是不是长得很难看？嗯。如果要说我的亲哥难看，那天底下就没有好看的姑娘了。那他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啊，你是说明珠家的那个小子？阿妈，我告诉你很多次了，他明性德自容弱。他不喜欢你，那是因为他自己知道，他配不上你。怎么？阿玛的话，你都不相信了？他是叶赫金太极的后代，他额娘的阿玛是前朝多尔衮一党，就凭他这样的家世，迟早是会倒霉的。就凭他这样的家世，他就配不上你。阿妈，我才不管他什么家世呢，他的才华没人能比，你信吗？今年的科考，他一定会金榜题名的。哎，就凭他竟敢勾引我的宝贝女儿，他还要金榜题名？做梦去吧！阿妈，阿妈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他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女儿也不想活在这个世上了。阿妈，我求求你了。青儿，你不能说出这种没有出息的话。你是我鳌拜的女儿，嗯。阿妈，您有很多女人，可是您并不是真的爱她们，因为您知道，她们贪图的只是您的权势。可是如果有一天，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，你就会理解青儿的痛苦了。可是我的阿玛，除了打仗杀人，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。你怎么知道我就没有去爱过？难道就因为我杀人多，手上沾着血，就不能好好的去爱一个女人吗？阿玛，你怎么了？阿玛，阿玛，阿玛。
老爷，班布尔善大人等急了。老爷还是快去吧。奴才打扰老爷了。人家都说鳌拜只会打仗杀人，今天我就再杀一个给他们看看。来人，把这个不识相的老东西拖出去砍了。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啊！老爷，敖公，敖公，班布尔善大人，是什么事情值得让敖公生这么大的气呀？就算给我个人情，把这位管家给放了吧。这是我的家事，班布尔善大人就不必操心了吧？是家事，不过有些家事如果传扬出去，也许会变成天大的麻烦吧。什么意思？在下能借一步与大人讲话吗？坐。班大人在看什么？在下只是担心隔墙有耳。你把我这看成什么地方？我鳌拜府从来没有这样的小人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班布尔善给敖公带来一喜一忧，不知敖公想先听哪一个呀？悉听尊便吧。敖公，这一喜可不是小喜，是大喜呀！太皇太后已决意给二阿哥福全指婚，她看中了府中的亲哥儿。哦，我说他怎么从宫里回来了？估计明天就会有旨意。哎，看敖公的神色，好像不大欢喜呀。哪里，果真如此，那是我鳌拜的福分，也是亲哥儿的福分。班大人，刚才老夫心烦气躁，失礼了，失礼了。不敢。敖公从今以后既是辅臣又是国丈，了得的很呐！我班布尔善往后还得多靠敖公照应啊！班大人太客气，太客气了。好了，喜气冲了怒气，就请敖公放了那个下人吧。一语既出，绝不更改。可是什么？我这个管家只不过是我府上的一个包衣奴才，班大人何必为他多费口舌？看来人们说的不错，敖公的确性格刚烈，极难通融啊。这也是我在军中养成的习性，从不善看别人的脸色。若是太皇太后的脸色呢？我鳌拜对皇家的忠心，苍天可见。何况行事磊落，从不苟且，也绝招不出太皇太后的不悦来。未必吧，敖公就要做国丈了，这心中真没有忐忑之处。班布尔善别无所长，就是耳朵略长了几分。别人知道的我知道，别人不知道的我全知道。16年前平定江南那场大战，你想用这件事来要挟我？不，班布尔善是想用这件事和敖公交个朋友，不然敖公怎么会看得上我班布尔善呢？这就是一忧，这一忧也不是小忧，不知敖公有没有想清楚？二阿哥福全如果娶了这样一位福晋，会是什么样的后果？事情如果传扬出去，太皇太后饶得了吗？还有八旗王爷和满朝文武容得了吗？还有他苏克萨哈，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一定会手舞足蹈了。而敖公因的欺君之罪，恐怕也难有可赦之词吧。
敖公，血！说得好，那就樊老大人。哎，去哪里？去宫里，我要当着太皇太后的面儿把他说清楚，任凭他老人家发落。哎，敖公，您是真英雄。不过汉人有句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敖公何必非要舍尽这一世功名，再赔上青儿的性命来赌这一时之气呢？来，敖公，坐下。你若不是太祖皇帝的亲孙子，真会捏碎你的脑袋。好，我潘布尔善的脑袋就在这儿，敖公什么时候想捏，什么时候拿了去。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请敖公不必着急，先放了那个下人吧。我要你先说出你的心里话。敖公这样难通融，还要我说些什么？哎呦！范本善，现在你该说了吧？敖公，必须放了他，否则就是捏断在下的胳膊，绝不再说出一个字。一个下人与你非亲非故，在下并不是要救他，而是要让大人改改不懂得妥协退让的习性。妄想！在下不信，任何事都有第一次，重要的在于为什么。我要是不答应你，那就赔上在下这条胳膊。好，是条汉子。来人！来！放了那个老东西。这。说。其实在下来，无非是想和敖公一起为朝廷做点事情。和你？难道敖公就真的甘心三辅臣轮流执掌朝政？鳌拜是要学会退让，可是再学也学不到结党营私这个份上，何况和你这种人。范本善，你该知足了。内大臣兼大学士，太皇太后给足了你面子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可是人没有知足的时候吗？所以你就打错了主意。送客。哎，敖公，敖公。这青格尔格格倒真像他的母亲。我邦布尔善别无所长，就是耳朵略长了几分。别人知道的我知道，别人不知道的我全知道。16年前平定江南那场大战，
毛大人，快调弓箭手射死他！闭嘴！老夫要留下他。传令，捉捉审讯者。好。敖大人，这必定是沈君的幼子，他的夫人萧婉也会在这里。这萧婉可是扬州城里最有名的玉美人呐！大人，这女子还活着。哎，大人，这就是萧婉。这，大人。大人，沈夫人已经可以走动。请他出来。这。沈夫人，我已经下令将沈将军按军中之礼葬之，请夫人节哀保重。不要，将军，将军，我不想活了，将军。看这个小东西长得眉清目秀，多么让人喜欢！这个女娃是沈将军的骨血。难道夫人就不想让她长大成人吗？只要夫人肯存我，我一定会善待她。范大人，把桌上那杯冷茶递给我。婉儿，你喝的是什么？为了你啊，我把自己给了你。我以为我这样可以活下去，可是我错了。我在你身上闻到了血腥气，你杀了太多的人。婉儿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。敖公，你究竟要讲什么？在下刚刚得到密报，苏克萨哈已经和皇上商定，明日朝会要正式布告，取消辅臣宾国，立刻归正给皇上。当真？我版本上不是听风就是雨的人，敖公如若不信，明日早朝就会见分晓。而且这件事情，太皇太后都被蒙在鼓里。这么大的事情，皇上竟敢瞒着太皇太后？这是步好棋啊！皇上还在犹豫什么呢？皇二奶，都这个时辰了，您怎么想我的孙儿了，就过来看看。哦，皇二奶，快请坐。我可有些日子没摸过这棋子儿了。那孙儿陪皇二奶搏一局。好啊。
苏沫儿，咱们皇上的棋艺可真是大有长进呢。皇上，别让你的皇阿奶太劳神了。哦，不，既是博弈，哪有让来让去的道理啊？看来人不服老是不行哦。孙儿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如果再输了，皇阿奶一定会骂孙儿总也长不大。皇上是大了。刚才我进屋的时候，恍惚之中还以为看见你的皇阿玛呢。我坐也坐累了，皇上想不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啊？好啊。安不尔善，把你心里的打算都说出来。不是我心中的打算，是为敖公的打算。敖公，请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朝堂上的可用之人。事不宜迟，敖公今晚就把他们招了来，向他们捅破苏克萨哈的诡计。明日朝会一开始，我会先出马弹劾苏克萨哈，批驳他的奏折，最好将他以乱国之罪拿下。下一步呢？然后公推敖公为首辅大臣。这怎么使得？请敖公听下去。敖公就职之后，可以择机以首辅大臣的身份向太皇太后提出恭请皇上亲政。敖公请皇上亲政与苏克萨哈请皇上亲政决然不同。苏克萨哈是阴谋，他上瞒老祖宗，下瞒众辅臣；而敖公是阳谋，是受重臣之托向太皇太后提出的。不管是谁提出的，可皇上毕竟还没有到亲政的时候。就算皇上没有到亲政的时候，可身边有敖公您呢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皇上亲眼看到苏克萨哈败于敖公之手，自然就知道了敖公的力量。他即便是亲政，也断不敢任意胡来，更会对敖公感恩戴德。你这是在让我步多尔衮的后尘？以敖公的资望，做当朝的多尔衮有何不可？正如敖公所说，一切都是为了大清国，为了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呢。好一套铺排！这正是我阻止敖公不能现在进宫的原因。倘若老祖宗事先知晓，苏克萨哈会得到惩治，而皇上会议政皇粮，而敖公却在皇上心中成了罪人呢。敖公还在犹豫什么？老夫若是不听你班布尔善的这套主意呢？那在下也算尽心了。不过敖公眼下一喜一忧尚未了结，再加上朝廷上的这些麻烦事儿，敖公可要多思啊。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我鳌拜不能对不起老祖宗。敖公，这话从何说起呢？老祖宗对我恩重如山，我却要这样耍弄皇上。这么做正是为了皇上呀。何况太皇太后年事已高，有敖公在，该让他老人家安享晚年了。班布尔善，你算是用尽了心机，你究竟要从中得到些什么？只要敖公出任首辅，视班布尔善为知己，足矣。敖公，当断则断，时辰不早了，在下还有最后一句话。敖公千万不要觉得对不住太皇太后，他只能管我们一时，可皇上要管我们一辈子。安心，皇上
还在为青哥的事生我的气吗？皇安奶知道你的心，可你是皇上，很多事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。你看你的手壮实多了，的确是大了。孙儿早就长大了。皇安奶盼着你的心智啊，也早早壮实起来。孙儿读了不少书，读书好，那是前人留下的财宝。不过读书多的人，有时候很容易异想天开，他们不知道天下所有的学问并不全在书本上，要多看、多听、多想，学着做个好皇帝，不易啊。皇上好像有什么心事，恐怕华安奶猜得出你在想什么。华安奶，人这一辈子啊，要紧的只是起步，皇上也是如此。该做的不该做的，一步走错，就可能是万劫不复。华安奶也是如此。我这辈子啊，踏过不少薄冰，历过不少险滩，更有不少万难的抉择。华安奶告诉你个秘密：当初福全若是出个天花，这皇上兴许就不是你。要是那样，你恨华安奶吗？如果二哥当了皇帝，他会是个好皇帝，而且什么？他兴许早就亲政了，不会像孙儿一样等了这么多年。华安奶知道你的心思，白日里我就对你说过，我何尝不想让你快点亲政，可是现在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如果索尼还活着，我确实想过让你在年底以前亲政，有他支撑着朝局，你可以做得平稳，华安奶也可以放心。那华安奶要让孙儿等多久？我会尽快为你物色个新的帮手，这个帮手要有足够的忠心、足够的威望和处理朝政的能力。华安奶有没有想好这个人是谁？我希望是鳌拜。鳌拜。